歡迎收看客家名錄學院每日一客語新聞。國寶級客家族語大師戴阿魯先生今年3月過身，1935年出生，地新竹關西，對13、14歲拜師學習竹子加器技術，15歲出師，從事竹藝嘅工藝超過70年。佢唔但淨係製作耐用又有美感嘅竹家器，還主動幫助傳統技藝推廣、老文化傳承。經歷過70年代行健桃園、新竹沿線插頭嘅竹行，一生人都為到竹製品盡心盡力，同時也創作老保存嘅客家手作竹藝，為到野客委會頒證2等客家事務專業獎章，老志陽聰來表揚戴阿魯先生對客家文化嘅貢獻。以上係客家名錄學院嘅報道，接下來愛教大家今本日嘅每日一客語，就是竹地。竹地，佢從事竹藝嘅工藝，唔學為盲，下一擺章來了。